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这是威斯特丹号游船有一个美国的旅客确定挖到中国武汉肺炎，因为这只游船捌伫咧新历2月初4挖靠咱高雄港，到旅客落船观光旅游。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即卖已经掌握到215个捌接触过的人，另外还有因捌去过风景所在，内底有高雄9号码头、金蕉码头、台南安平古堡，也有基美博物馆、垦丁在内。高雄市卫生局今有上新的回应。包括中央这边的一个统计，在所谓的港部里面的工作人员，包括港务分公司跟 CIQS 相关的工作人员，总共有，以及我们的计程车驾驶跟我们的这个大巴士的公车的一个驾驶，总共有215位的一个名单，目前中央掌控当中。那这些名单，中央会持续用健康监测的方式去了解他们的过去14天接触之后，可能的接触之后14天有没有相关的这些身体的状况，而有就医的相关的情形，那持续在监控当中。那如果我们说从2月4号加14天来讲，到2月18号，也就是到明天的一个情况，是持续在做一个健康监测。那据我们的一个车行的一个回报的资料，它在我们的高雄跟邻近的这个县市有相关的包车比如说计程车去做一个附近景点的一个游玩的一个参访。那据我这边手边的资料，也跟大家再次的一个说明，在高雄的部分，除了佛光山、高雄美术馆，还有我们的9号码头之外，莲池潭以及这个西子湾这些是我们高雄地区的相关的一个景点。另外，在台南这边有包括奇美博物馆、台南的安平古堡的一个游玩，还有赤坎楼。那在屏东部分也到达到垦丁的一个情况，这些都是我们根据我们的交通局这边车行的一个计程车车行的一个联系所得到的讯息。那我们中央这边持续健康监测当中，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联系的过程，我们也了解到中央正努力的去了解说，在这个威斯特丹号停靠这个柬埔寨之后，那经由这个美国籍的这样的一个妇女她后来到了那个马来西亚，在2月15号被确诊之后的相关这样的一个确诊个案的一个旅游史，我们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透过管道持续在联系当中。那主要的话，到底目前这个确诊个案在2月4号的这一段停留高雄港的期间，到底有没有到相关的景点去玩？其实目前的资料是还没有办法掌握到。那后续我们会等待中央如果有进一步的相关的这些资讯，提供我们高雄市政府团队这边，我们会配合相关的中央的指示，我们会进一步的去一起来做这个防疫的一个作为。